英雄豪邁啊，所以呢啲馬都可以搏嘅。好啦，咁啊睇下4號啦，武林寶典。咁啊，好似就即係呢件賽衣嘅過往都一出就好表現嘅，好多馬都話即係都係操好利㗎啦。不過佢啲無水各樣嘢都可以再靚啲，始終啲腳都出嗰啲問題啊。佢都即係停課啊、放門啊都好多啊，所以啲馬呢，即係九疏戰陣呢，出到嚟難免都係對於個環境呢有啲驚青啊，人多啊嘛，因為今日馬主嚟咗嘅。咁啊，以往呢隻馬唔係叫呢個名啊，之前係叫着迷噶嘛，跟住後尾改咗名啦。咁但係轉倉復出嘅富全寶馬，順利，實在美麗。跟住呢隻都係9優復出嘅最好玩啦。另外有武林寶典入閘都好乖，3號馬英雄豪邁位置呢都着咗呢個綠格仔，23蚊。再嚟就東方福寶，東方寶寶就整咗個冷披啦，但東方福寶有冇計？魅力星亦有埋鼓浪高升。呢隻馬都有啲票數支持啊！鼓浪高升，好啦，龍奧玲羅，再嚟係同德威，入剩2隻中環精英同埋心之靈嘅，交俾集戰。心之靈，等埋心之靈。導贏大熱仍然係4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5場賽事4班1000直路，北京會所杯準備，最死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實在美咧，俾人夾一夾咧，褪咗喺後邊啊。咁啊前面快嘅馬呢隻武林寶典都快喎。咁啊外欄位置龍奧玲羅啦，咁啊中間藍衫走上去嘅馬咧，仲有中環精英最入富全寶馬。咁啊入邊紅衫黃袖英雄豪邁啊，中檔紫色衫大約第4位度啦，仲有魅力星啦，藍衫紅色頭罩最好玩啦。後邊嘅馬啦，有同德威啦，藍眼罩黃衫嘅，中間心之靈，入邊綠衫東方福寶啊。後啲嘅馬先有飛天王啊，實在美麗驕陽萬里，暫時墊後橙帽嗰隻呢，就係鼓浪高升嚟㗎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埋邊透出咗就係呢隻富全寶馬嚟嘅，外欄位置就係呢隻武林寶典啊，中間藍衫有中環精英追緊佢，入邊位置上嚟仲有英雄豪邁東方福寶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先見到龍奧玲羅啊，最後100零米武林寶典外邊一路壓住咗中環精英，中環精英都係追佢唔到，一出即勝武林寶典啊，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英雄豪邁，第4名係東方福寶啊。結果呢隻武林寶典都係出閘快添，咁啊亦都有個外欄之利啦。咁啊一出即勝，力壓落班嘅中環精英，捧走北京會所杯啊！第3名嘅馬英雄豪邁，第4名入邊追上嚟係東方福寶。武林寶典一出即勝啊，仲要捧埋北京會所杯啊！咁啊好嘢，恭喜晒馬主！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英雄豪邁，第4名呢，咁啊東方福寶啊！等到好遲先開始騎咯，咁啊一騎落去都少少甩咗隔離嗰中環精英啦。中環精英都跑得好好嘞。係啦，有時呢啲馬真係做好晒啊，先攞出嚟跑。大家都習慣㗎呢件衫，尤其是啊馬主入場啊，有多少少信心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實在美咧，俾人夾一夾咧，褪咗喺後邊啊。咁啊前面快嘅馬呢隻武林寶典都快喎。咁啊外欄位置龍奧玲羅啦，咁啊中間藍衫走上去嘅馬呢，仲有中環精英最入富全寶馬。咁啊入邊紅衫黃袖英雄豪邁啊，中檔紫色衫大約第4位度啦，仲有魅力星啦，藍衫紅色頭罩最好玩啦。後邊嘅馬啦，有同德威啦，藍眼罩黃衫嘅，中間心之靈，入邊綠衫東方福寶啊。後啲嘅馬先有飛天王啊，實在美麗驕陽萬里，暫時墊後橙帽嗰隻呢，就係鼓浪高升嚟㗎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埋邊透出咗就係呢隻富全寶馬嚟嘅，外欄位置就係呢隻武林寶典啊，中間藍衫有中環精英追緊佢，入邊位置上嚟仲有英雄豪邁東方福寶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先見到龍奧玲羅啊，最後100零米武林寶典外邊一路壓住咗中環精英，中環精英都係追佢唔到，一出即勝武林寶典啊，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英雄豪邁，第4。恭喜晒啦！武林寶典啊，初出即勝啦！早段都冇乜馬逼佢啊！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呢，4號嘅武林寶典獨贏25個半，位置14個半；跑第2名1號中環精英，位置13蚊；跑第3名3號英雄豪邁，位置23個半；跑第4名係14號嘅東方福寶。
連位一搭4派45個半，二重彩4號1號順序派86蚊，單 T 1號3號4號派125蚊，三重彩4號1號3號順序派398蚊，位置 Q 一搭4派24蚊，三搭4派49個半，一搭3派45蚊，55秒57，好快嘅時間，快過標準時間1秒啊！繼續一出就好啦！呢件彩衣啲馬都係做好先出，呢隻仲要出過咁多問題啊，都跑到呢個時間。都幫布文啊破下悶局啦，都成日搏啊，好似好難贏咁啊！馬房係擺咗好多心機啊、時間喺呢隻身上，因為上年嚟啲新馬嚟噶嘛 ，J.G. 好報。東方福寶就稍留住嚟好啲，咁啊中段有少少搶口啦。英雄豪邁就我諗住騎落去反應好啲，都係差唔多啫。咁啱啊！會員日亦都可以捧呢個北京會所杯喎。龍奧玲羅都仲係有啲好多生硬嘅啲動作啊！片出片入，但係佢又唔係話輸得好遠。不過呢組都真係要睇下點情啊！好多馬都揀唔落手啊，根本。成日都話中環精英其實如果你跑好啲，前一次要再近嘅。所以要 win 就唔係好抵咯。但係對住呢一抽馬，又好似一定要揀。英雄豪馬又係上名率，呢個路程係比較高啲。四連環預計派彩1號、3號、4號、14號派459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4號、1號、3號、14號順序派4982蚊。捧杯啊！北京會所杯一出即勝，武林寶典，亦都夠快啊！早段都冇乜點逼就已經貼到條外欄，咁啊當然啦，檔位都唔差啦。起步實在美麗，又俾人夾一夾喎。不過都冇咩睇啊，翻嚟都好曳啊，一步都冇追過。要多啲時間適應啦。試嗰課大閘佢都係啊，輕輕跪咗一下咁，即係嗰個細閘拍跳。同德威森之靈叫追少少啦，咁喺啲中間位置翻一對馬。鼓浪高升係咪冇乜藉口呢？冇，都係好立啊。係啊，佢上次唔係都話要增程啦咩？可能覺得你呢組可以搏下喎，咁但係組段又唔夠快啊，末段都冇乜嘢睇。好啦，睇下頒獎先啦，北京會所杯。同埋始終呢，鼓浪高升呢，上次已經冇嘢睇，咁匆匆再出都冇乜變數，就係睇個配比啦。好啦，恭喜晒馬主啦！都好多 fans 啊，尖叫上嚟8樓都聽到。天王級喎，馮家柏，騎師報文。咁啊，捧走今屆嘅北京會所杯，贏得都算係輕鬆嘅一個馬位啊！贏一度以為中環精英可以逼下佢，後尾都冇啦，甩開啦俾人。循環影片啊睇睇啊，三檔呢就有啲受阻嘅，魅力星出閘亦都出得唔靚啦，其他馬就 O K 嘅。
咁啊走咗一段路呢，見到武林寶典呢都好快已經喺前邊啦。潘頓亦都急不及待咧咬住佢跑啦。中環精英外邊殺緊埋嚟有富全寶馬啦，中間紅眼罩呢就係最好玩，貼住外欄走呢就係龍傲玲箩，中間嗰堆啦有心之靈啦，就魅力星，另外英雄豪邁呢都係嗰扎馬嗰度啊。東方福寶呢就跟住佢嘅，咁啊後邊啲啊即係有啲脫咗節啦，譬如有啲驕陽萬里啊、飛天王啊、實在美麗巴美呢，就鼓浪高升已經騎緊㗎啦。今次亦都走住即係外欄嗰邊場地啦，冇乜特別走勢。前面呢度潘頓鬥布文㗎啦，已經拍住啦。潘頓喐手先，布文呢度都仲係鬆泡泡咁嘅啫嚇，都係樣嘅啫呢個階段。係啊，其實一逼落去，你以為一度有機會，其實都冇啦。人哋齋啊，呃下佢咁已經甩開嚟。咁東方福寶魅力星啊，都係繼續近咯。魅力星擺前又好似冇乜特別啦。第5場賽事複品完畢。維治 Q 派彩一搭4派24蚊，3搭4派49個半，一搭3派45蚊。二重彩4號1號順序派86蚊。4連環1號3號4號14號派459蚊。4重彩啦，4號1號3號14號派4982蚊。孖寶頭關2尾關4正獎派104蚊，頭關2尾關1安慰獎派23蚊。第1號3寶派彩啦，頭關6號，次關2號，尾關4號，正獎派968蚊，尾關1號安慰獎派123蚊。睇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13秒52，第二段20秒41，末段21秒91，完成時間55秒57，快過標準時間1秒1。